歡迎收聽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元朗紅 van 狂砍私家車，伍惡漢持鐵通圍攻司機。黑幫內訌爆衝突，紅 van 狂飆撞人突圍逃走，兩男被報警追4人。元朗大棠路昨5月10日上午發生驚險街頭衝突，一輛紅色小巴在馬路上遭一輛黑色私家車截停。車上5名手持鐵通的男子包圍小巴司機，小巴司機疑受襲擊威脅，猛踩油門前後衝撞向私家車及其後方男子，有人被撞倒在地，場面驚心動魄。警方其後將案件列作狂亂駕駛及藏有攻擊性武器，並拘捕2人，正追緝餘下涉案4人。網上瘋傳片段顯示，紅色小巴被截停後，數名男子持鐵通等武器從私家車下車圍攻司機一側，司機突踩油門到後再猛撞向擋道私家車，推車數米，撞倒其中1名持械男子，現場傳出鐵器墮地巨響。小巴其後多次前後移動，蓄意衝撞私家車與包圍者，有男子高喊熊仔收嘢，警告同伴避開，最終小巴掉頭突圍，沿大棠路逃去。警方指事件發生於10日早上約10時50分，現場為元朗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位置。初步調查顯示，涉案雙方涉及和姓和黑幫同門內訌，而因爭奪由荃灣往大棠的小巴生意而積怨已久。消息指出，被捕的37歲男子姓賴，綽號姑爺明，屬元朗南邊為指明派系，而小巴司機為黐線勇派下成員，活躍荃灣。警方同日中午於欖口村發現涉案私家車，並在仁樂坊拘捕2名分別30歲及37歲本地男子，涉嫌刑事毀壞。案件由元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接手調查，現正追捕尚未落網的小巴司機及其他涉事者。事件激起網民熱議，不少人關注小巴司機是否屬正當防衛，亦有人擔憂街頭黑幫暴力升溫影響市民安全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